要偷偷摸摸的，想看不会问的。不要理他啦。哦，我好渴哦，我们去福利社吧。好啊，走走。好，班会时间，老师有事情要跟大家宣布。下个月呢，要举办一个老子杯小学生演讲比赛。怎么是这个反应？我们3年级每班要派出2位同学去参加比赛。我要利用班会时间选出这2位同学，有没有人要自愿参加的呢？举手。老师，演讲比赛到底要比什么啊？怡君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哦。演讲比赛呢，就是我们针对一个题目，然后把你的想法、你的看法说出来给大家听。比如说，题目是如何做好资源回收，那我们就可以把资源回收的好处啦、怎么分类呀，说出来给大家听。而且这个演讲比赛呢，它是即时演讲哦，也就是说你在比赛前才会抽签知道题目。有没有人要自愿参加？有吗？班长很好，给班长一点鼓励。好，巧巧很好，老师很高兴哦。那有没有第2位要参加的同学呢？没有人要参加的话，老师要指定咯。李小比燕，很好。很好哦，比燕，平常那么害羞，这一次自愿参加，勇气可嘉哦。好，我们准备下课。你用啊？我结婚日本身3线都去参加员工比赛，不过俺唔上啊。唔想爱参加，就老先生讲啊。阿爸来去的。妈妈，那弟弟，吃饱饭嘛？功课记得写哦，如果你按部有采班的课，要记得提向爸爸送过去哦。那餐呢，妈妈较无闲，等较有闲呢，你想请时间去行行啊，好冇？
彼岸，什么事？老师，昨天那个不是我自己举手的。不是你自己举手的，什么意思？你不想要去比赛哦？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耶，老师已经把单子送出去，来不及换人了。还是老师找爸爸妈妈来聊一下，看他们能不能陪你练习，然后来看你比赛。他们应该没空吧？那你就来找老师练习啊。其实呢，演讲很简单的，你就把你想要说的话说给大家听，这样子而已啊。可是我没有想说的话。秉彦，每个人呢，他一定都会有他想要说的话，你只是假装没有而已。老师，张凯迪在走廊上吐了。啊？在哪里？带我去。爸，你做乜解愛水啲鋪定紅？媽媽，弟弟，你做外头，你意思有引用的东西。彼岸，这东西吼，就爱听听内说。邱炳彦，你做外头。各位。你怎么知道我昨天有打？小朋友，这个电话不是你可以打的吧？哦，好吧，那拜拜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既然都打了，就打个5分钟好吗？想不到5分钟的话，我会被扣钱的。为什么？这很难跟你解释哎。我叫香香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邱炳彦。炳彦，住在哪里啊？台北啊。邱炳彦，哎，真的好熟哦。你是那小安国小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认识我吗？没有，我绝对不认识你。应该是我有超能力吧。好啦，真的好巧啊。你怎么会打这个电话啊？这么晚了，不是应该睡觉了吗？睡不着。有心事哦，你可以讲给我听啊。我被学校选去参加演讲比赛，可是我不会讲。演讲比赛？你看起来这么害羞，怎么会选你啊？老师根本就是在乱搞。
真的吗？反正你不练习，上台就是去丢脸啊，不是吗？我有超能力哦，自己决定喽。第一步呢，你要先习惯自己的样子，这样才会有信心。找个镜子，练习高兴、生气、难过，还有开心的表情。哇，艾瑞克好帅啊！哪有？明明就欧帕比较帅，明明就艾瑞克比较帅。要不然你问巧巧谁比较帅啊？乔乔，你觉得谁比较帅？我觉得都不帅。哎，那不是邱炳彦吗？狗狗就像是我们的家人一样，所以我的志愿是能当上狗狗的心理医师。不错嘛，有一点进步喽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功课写完没啊？你爸妈还能回家吗？还没。那你要不要再练一次啊？哎，姐姐，我前几天在妈妈的桌上看到一张纸，上面写的好像是什么离婚的协议书哎。离婚？你觉得他们会离婚吗？好像有人回来了，我等一下再打电话给你。记得哦，要10个人哦。啊，你如果不要就算啦，你就去找别人聊天。拜。喂，好。爷爷，你可以听我讲个笑话吗？你说什么？可不可以大声一点？你知道辛巴是谁吗？那你知道他姓什么吗？辛巴不就姓辛吗？不是，他姓王，因为狮子王辛巴。可以听我讲笑话吗？你有没有看过《少年派奇幻漂流》？有啊。那你知道谁拍的吗？有一只兔子，它在散步，它散步到一半，打电话给乌龟，猜一个蔬菜，李安拍的。我猜不到哎，你跟我讲。苦瓜，是少年，因为少年拍的。因为口贵。那好。这样才可以让垃圾少一点。垃圾少一点，我们才不用花钱烧垃圾，也可以保护北极熊。这就是我要演讲的题目：为什么要做好资源回收？很好哎，秉彦真的进步很多哎。同学你们看，秉彦以前是不是很害羞？可是他现在可以很大方的在我们面前说话哎，看出来你有认真练习哦。我们来给秉彦一点掌声好不好？好，那就希望明天巧巧跟秉彦会有好成绩喽。好，请先回座。我们准备上课，打开课本第17页。讲哦，我听讲你要去参加演讲比赛，根本你先上本来就先得办。邱炳彦，打麻将电话大多很多钱？等一下啦，新闻清楚张马记啊。有没有用这个慢啦？马哎，马做乜解？你用我本人来打那种天发，你都给关心佢冇？当你做重点给点烂点诶，总都不开出大天通，看大球诶。
安阳阿爸凭嘛甲人的丈夫用起？邱平安，你头开灯。好啊，拢好。新年本年到，唔结婚，唔俗。我天公你就前面。你用啥强用啊？讲乜解？你要离婚，都唔爱老爱讲，平常咩无事跟甲爱讲法。爱弟妇还对伊3年，你就是会严格，你用啥强用啊？明艳，明艳，林燕，怎么啦？怎么不讲话啊？妈妈发现我打电话给你，她很生气，她开始怪爸爸，爸爸也很生气，他们只顾着吵架，都不关心我。我觉得他们应该真的会离婚了。对不起哦，我忘记告诉你，这电话费很贵。再见，姐姐，谢谢你陪我讲话。真的，你有跟爸爸妈妈说你不希望他们分开吗？没有，我不知道他们还爱不爱我。一定爱的啊。你想让你爸爸妈妈好好听你讲话吗？嗯。那我想到一个方法。什么方法？我跟你说哦，明天啊，你起床以后拿一张纸。感谢爸爸妈妈多年来的演习，老爱学到安泰，不过平燕决定爱出去流浪了，无到相爱，平燕绝笔。各位同学，今天我们即席演讲的题目是我最感动的事情。生活中有没有令你们感动的事情呢？请大家告诉我们。我们有30分钟。你会讲吗？不要到时候在台上发呆哦，很丢脸。请按顺序上台演讲。唔好啱蚊。你那天发要干么啊？行去数机都无开，好到讲要打电话本来。刚压下没忙到。各位评审老师好，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是我最感动的事情。有一天，我和妈妈到台北车站搭车时，老师你好。你好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们是秉彦的爸妈，小燕说她现在在班上吗？没有啊，现在没有在班上啊，他现在在那个演讲会上比赛啊。那么好，谢谢。谢谢你啊。但是它有很多条，似乎卖不完。这时，有个穿西装的叔叔走了过来。对，然后那个穿西装的叔叔就跟老婆婆买下了全部的口香糖。老婆婆一直问他说是真的吗？希望我以后能像穿西装的叔叔一样帮助别人。这是我今天演讲的题目，我最感动的事情。谢谢大家。原来这个咩嘛个东西啊？下一位7号邱炳彦。各位评审，大家好。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是我最感动的事情。
有一日早上，我放松的时节，看到爸爸妈妈的离婚协议书，我想，我总算伫做嘛个爸爸也无个拄睡伫碰电风。我想，我妹伫做嘛个记着也无个拄无爱讲话。毋过，我拄无机会，我妹毋敢老记着讲。其实，我无希望记着分开。我还记得头摆，我有嘛个心思，拄做得老记着讲，记着要买糖。毋过，了还无咧，记着请关心自家个事情。故说。新本我感痛的事情还没发生，不过我希望有一日会发生。这就是爸爸和妈妈会好好讲话，不会用严格的。清明，我最希望的事情就是记着无爱离婚。你来讲。平燕，你真定做唔错嘅。你用做嚟骗爸爸妈妈去好讲嘛？还有，你个天发，你会打按多少钱？歹势啦。你个天发，去打本马啥？一个朋友。那件事情就算了。妈妈请迄个问题，以后做唔得够做诶。唔甲我讲的话，我就有听到嘞。你老妈妈有参详过嘞，我就决定再过次看啦。啊，不过你也本挨着一些时间，安尼好吗？嗨，邓先生。邱先生、邱太太去吃饭。是啊。别人跟叔叔问好啊。叔叔好。那我们先走了。OK。拜拜。新年快乐。等下去干嘛？吃饭哦。吃饭哦。有吃面吗？吃面哪做的啊？啊，没有投钱有一点点。妈妈，老你讲哦，让他悄悄地会走。爸爸好像做了一件好事。哥哥你好，我是1101的香香，怎么称呼你啊？你可以学小猫咪叫给我听吗？拜托，求求你，拜托嘛。
拜托啦！想要听我叫是不是？对不起哦，可能要等下辈子哦，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就不干了。